數位商店中的每一次點擊都是一次信任的交付，但支持者為何選擇點擊某個按鈕而非另一個？背後隱藏着深奧的心理學。設計高轉化率的元素是視覺層次、認知負荷與預期設計的結合。當按鈕在網頁設計中位置得當時，它應感覺像是用戶思考過程中的自然下一步。尺寸、對比度和留白等因素在吸引目光的同時，也避免了視覺疲勞。WebQuarks 將行為科學應用於每個界面，確保您的核心目標始終處於最顯眼的位置。微交互與反饋循環是驅動用戶信心的隱形引擎。當按鈕在懸停時改變狀態，或在點擊後提供即時反饋，它強化了平台的響應式設計特質。這種即時反應減少了用戶對操作是否成功的焦慮。在追求極速的網頁寄存環境中，這些過渡必須流暢且無延遲。透過整合 Stripe 等企業級 API 處理支付觸發，我們確保技術後端能支撐技術架構層面上的秒級決策。色彩理論與費茨法則 Fitz's Law 為按鈕的佈局與大小提供了數學基礎。如果按鈕太小或遠離行動裝置的自然拇指路徑，無論優惠多麼誘人，其表現都將大打折扣。我們的過往案例展示了我們如何在各種金融科技案例需求中平衡這些科學原則與品牌美學。有效的電子商務系統依賴這種無摩擦的旅程，將隨機瀏覽者轉化為忠實客戶。歸根結底，一個會自己按下去的按鈕是深度理解人類習慣與數位功效學的結晶。專業的關於我們網頁開發服務，不僅關乎美觀，更關乎工程化，出一條阻力最小的路徑。如果您目前的網站流量高但轉化率低，問題可能出在您的交互設計上。歡迎聯絡我們審計您的用戶流程。在 WebQuarks，我們將點擊的科學轉化為銷售的藝術。